是秦碧纯，欢迎收看10月1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109年，伫台南科工区动土宣布投资30亿的美泽国际公司，上午举办40周年庆，甲台南新厂落成典礼。美泽集团所生产的石塑地砖市场占有率是全球第1、第2。董事长陈本元表示，伫这个时阵，回来故乡台南投资甲回馈，就是伊的一大心愿。从事塑胶地砖制作全球拢是以市场版图的美泽国际公司，这回投资30亿均流台湾，伫台南打造自动化厂房，专门生产石塑复合型的地砖，预估年产值超过40亿，将创造300就业机会。17号，台南厂伫科工区的落成，嘛是该公司40周年典礼上，邀请各界贵宾到场见证，场面盛大。请用钱！2022美泽国际集团安南新厂落成，正式启用，掌声鼓励。董事长陈本元表示，回故乡台南投资回馈，就是伊一大心愿。今日呢会当来台南投资呢，希望呢，这个美泽呢会当伫遮靠着这个台南的这个宝地会当对这个台南呢有做出足大的贡献，会当来回馈这个故里。美泽是伫遮投资30几亿，伊一个这个产值呢，一个月呢要到5亿，5亿3千几要到5亿5千万那么会当造福这个用人呢，要到300个人，300个人，那么一个月采工金额相当的大。一直想讲，赶紧将台南事业做好，一直来回馈这个故乡，这个心情一直讲事业，莫阁讲，我就感觉一直讲哦，要安怎来将提出社会，用利社会，社会上界根就是故乡，这是我一大的心愿。面对该产业市场的占有率，董事长真有自信表示，伊讲伊世界第2，无人敢讲世界第1，可见伊的企图心。市场委托嘛出席肯定，但董事长投资台南的眼光，期待因更向上发展。美泽所生产它的产品，不管在民生，不管在产业，不管在生技，不管在尖端科技，通通都是必需品。尽管景气有升降的轮回，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必需品的需求，绝对是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扩张的这个需求。今天新厂落成，我们也期许这个美泽能够更上一层楼。当然，陈董事长刚刚吩咐的，不管是行政程序的流程，或者是这个产业原料的企业协谈，我们地方政府能够做的，绝对是全力以赴。会中甲董事长真有交情的立委陈欧珀嘛专程对宜兰前来祝贺。陈本元董事长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事业有成，但是他热心公益。我们在宜兰大礁溪左右岸发展协会一起呢，每个月有一天是在一起捡垃圾，然后分享他的事业成功的这个经营的成果，那更能够体验、感受到它的温度。我觉得一个成功企业家，他投资这个社会公益呢，更值得我们钦佩。所以我特别从宜兰跟很多乡亲一起来给他祝福，也希望在台南这边受到所有的乡亲的喜爱，让他的这个企业越做越好，回馈给社会的公益越多。让我们这个社会更温暖。经过了解，台南厂是美泽集团第4个厂，嘛是投资规模上大、自动化程度上悬的生产基地，全力来拼全球竞争力。所以会中黄市长嘛强调，伫行政程序、产业原料的企业协谈等等，政府一定是全力协助。台南新闻阮及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顶13个县市政府因为无予代理教师完整一档聘期的薪水，被监察院纠正。
台南市议会17号无分党派，除了替代理教师争取完整聘期13.5个月薪水以外，也要求各校代理教师的名额管控比率，爱为8趴降为5趴。议员柯有玲、沈正东、周一琪、林义莹、周丽晶、李宗成、陈怡贞、林美燕，17日伫议会召开记者会，要来替咱市的代理教师争取权益。宗成过去也在学校，不管代课还是代理，将近快4年的时间。那我也相信说，其实就无奈吼，因为阮体育选手足侪拢无法度考到学校，就是正式老师啊。是啥原因？因为阮的学科永远拢是输别人，所以有很多都会沦为变成是代理教师。那在代理教师的过程中，因为阮体育选手有时啊，就爱去带校队。有时啊，就爱去配合行政，有足侪需要着阮代理老师去做的工课，因为学校无遮个专业嘛，所以阮去做代理老师的时阵，阮就爱去带选手，爱去带球队，爱去带等等的遮个相关的这些社团。那在带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有时候学校根本没有办法补到足够的薪水。本席还没担任议员之前，是连备课日的这个时间点都没有这样的薪资待遇。但是确实我们也要去学校备课。那除了备课之外呢，我也有带这个所谓的羽球队、羽球校队，那还有带小解说员。那其实这些全部都不是行政职务。我们最近看到黄伟哲市长，其实基本上还了很多的债。那如同那个招委所去定的这个议题，市长他们变惯老板。原来还债或者是赚钱的一个方式，就是压榨我们的代理教师，才得到还债或者是有盈余去还钱。那我想，这个对我们代理教师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代理老师，台南市政府只有给10个月的聘期。这样跟其他6都来做比较，显然代理老师的权益受到了剥削。我们希望代理老师是一个合格的教师，他在学校里面的教育功能一样是可以的，他的劳动条件可以获得合理的保障。我们希望市长不要担任惯老板，而是一些给予合理的一个聘期，能够让我们孩子的受教权利获得保障。今日需要单位有台南市3大家长协会代表、台南市校长协会以及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也拢出席为代理教师抱不平。既然他是来代理一个正式老师的员额，但是我们每年到了寒暑假7、8月的时候，都只给他，你有来上班才有薪资。但是我们知道，从教育部下来，他是给13.5个月的薪水，但我们台南市一直以来都只给10个月，甚至最近有好一点点。他告诉我们说，有来学校上班才会有给薪水，但是如果以不管是公司营运或是以公务人员来看，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甚至我们也有跟教育局反映过，每次都会讲到说财政的困难。可是我们看到今年云林县他们的做法是，他们在这个学年度开始他们就有定了一些可以领12个月完整聘期的老师。市府教育局也答应将向中央反映代理教师的薪水问题，也将设法降低员额管控比率。台南市针对于这个代理老师的聘期的规定是依照中央，我们有一个中央的规定来办理啦那但是我们给代理老师的条件是依照这个规定的标准以上来给予这个条件，包括如果真的学校必须在暑假的期间聘期以外的时间让我们的老师来工作，我们都要求学校一定要核实来给这个薪资啦那另外针对于这个有些代理老师确实他担任这个学校的行政工作，那我们一定都是给他完整的一个聘期啦那从这学年开始，我们就这样子来做处理。那当然，我们针对这个中央目前法规还有一些不足的部分那有一些这个代理老师他可能没有寒暑假暑假实际到校。那他可能这个聘期的部分的规定，我们还是会一起在努力把这个意见来跟中央做表达。那也希望说，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市员创战竞选第5届连任，摆脱传统的选战，16号伫东区和平理工园举办泡泡派对活动，和亲子同乐，嘛借此去引人气甲认同。有120组的亲子报名参加。现场充满欢乐，非常的热闹。
为了让大家连假日来户外行行的，摆脱手机加电子产品的压力，在6号上午，伫东区和平里公园陆续都有侪亲子到场，要来参加泡泡派对。现场主办单位也真大心，免费准备爆米香甲饮料。一开始就让小朋友相当欢喜。主办的议员创全一到场，就甲大家做伙舞蹈、轻松动作，迎接上届期待泡泡体验，参像泡泡浴同款的情景。好的，来，请蹲下来。今天我们这个亲子派对哈，非常的快乐。其实呢，就是然后也是我跟廷飞委员，还有跟我们洪荣俊里长哈，特别一起的举办，为了呢让大家珍惜孩子们的快乐时光，然后让我们一起陪孩子成长，然后在快乐中互相的分享哈。所以也希望说。未来我们还有好几场的举办，如果没有来得及报名的，也欢迎继续追踪我们的动态。然后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本来预定100组就满额了，结果报名超过120组非常的踊跃，也感谢所有的家长们的支持。那孩子的教育是我们最优先的一个这个主张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孩子跟教育。看到泡泡起杯变化各种的造型，参像变魔术同款的趣味，让大家拢增加欢喜感。会中刘丽陈天辉嘛到场来助阵，用专业的道具制作泡泡蛋来活动，其他用寓教于乐的泡泡派对，让各区的亲子拢会当来享受欢乐。会中去120组的亲子报名参加，大家都来看泡泡表演，小朋友嘛一一来体验，并画出属于家己的泡泡造型，和亲子做伙度过温馨趣味的假日。台南新闻滚集采访报道。另外，由立委陈天辉议员就雷丁共同主办的亲子泡泡派对，嘛伫南区明良里公园闹热展开。现场各式各样的泡泡，互大人甲囡仔拢算甲真欢喜。各种泡泡道具，互大大小小的泡泡伫公园漫天飞舞，小朋友伫公园算甲非常欢喜。这是由立法委员陈天辉以及台南市议员周丽金15日下晡伫南区明亮里公园举办的亲子泡泡派对。现场是相当热烈，因为看到小朋友都在3C 的面前所以我也希望说小朋友能走出户外来体验我们的亲子活动。议员周丽金嘛发新泡泡战车，甲小朋友斗阵佚佗。伊长期关心教育政策以及幼儿福利等相关议题，而且家己嘛是2个囡仔的妈妈，上会当搭建父母的心声甲需求。周丽金议员是2个孩子的年轻妈妈，所以年轻的妈妈一定更重视教育，而且能够体验到说小孩子他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说他办这样的一个亲子活动实在是很棒。在选举期间用这款的方式，除了会当让小朋友走出户外，远离3C 产品，同时让民众了解参选人的政见。后续嘛会伫安平抚平公园、喜树生活公园嘛有举办，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带小朋友前来参加。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苏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
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在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番薯期中继空间艺术再现计划，策展单位特别邀请到芬兰旅台美食创作者晋阳，甲台湾岛基赛钱秋梅合作推出妥协料理餐会。到底为什么会叫做妥协料理呢？透过报道做回来了解。来自芬兰的金阳，因为在台湾从事行销工作，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不管再怎么爱台湾，有时还会想念起自己故乡的好滋味，于是就开始自己动手做菜，慢慢的也培养出了对料理的兴趣。而且在做菜的过程中，他还发现许多台南的小吃与欧洲菜有那么一点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味道。我个人蛮喜欢西班牙料理，那我待在台南很久了，然后发现台南的那个虾仁饭其实很像我们欧洲人喜欢做的，然后我就把一些台南传统食物的元素跟那个西班牙料理放在一起，这样子。那你本身是学生嘛？在台湾来台南读书的？工作对，工作跟学中文。哦，本身就是做厨师这一块？不是，是做 marketing。对，这是做菜是我的爱好，这样子。毕竟是外国菜，有些餐点的用料并不是这么容易取得，这也让晋阳不得不妥协。
这次特别与台湾好友厨师钱秋梅合作推出妥协料理，14日在番薯崎中继空间举办共享餐会。芬兰的艺术家，他用他芬兰的料理加上台南在地的食材，做出一道道的妥协料理哈，那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特色。可以说用在地的食材，但是他吃的是国外异国料理的一个风味。想这一次非常谢谢蔡佩璇策展人，那在这里用他的这样一个狭长型的空间，但是展出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策展的手法。第一次的共享餐就是用妥协料理。那妥协料理我们邀请来自芬兰的一个应该讲旅行的游者哈，然后他们怎么样子在这个地方适应我们台南的这块土地，然后因为可能在生活上有点水土不服，所以他开始把他平常可以就是旅行的经验这些料理，跟我们台南在地食材以及他吃到的一个体验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再跟他的好朋友哈，就是我们台南的家庭主妇钱妈妈哈，然后一起做整合，然后出我们的妥协料理。番薯崎中继空间邀请艺术家进驻，举办各种艺文类型的活动，希望能吸引更多民众参与讨论文化聚落与都市计划的议题。而这次受邀参加餐会，同时也是这次插画展的作者克里斯多，也说出了他在这设展的感想。这里有非常多的旧城跟一些很巷弄的一些迷宫，然后我非常喜欢这种台湾非常就是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很幸运刚好可以在很喜欢的番薯崎的这个旧城区做展览。那这个展览呢，大家可以看到说有很多的伞，然后其实主要的是因为我是觉得说像这些台湾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旧城区，应该是要以它原本的灵魂跟形式去长出它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把我的画当做一个点缀，然后就是像一个伞，一朵一朵的花开在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旧的地方，就是有点废墟的地方，可是它长出了新的生命，然后一朵一朵的绽放。因为在番薯崎中继空间的展览大受好评，策展单位特别与插画家克里斯多商量，最后决定将展期延至11月底。所以还没看展的朋友，千万要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由台南市文化局甲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7月办理的黄素梅书画纪念日展，正伫5横公会堂做展出。20几件作品呈现出本土的生态甲家庭的和乐。展期到11月6號，欢迎前往欣赏。出生伫中华的黄素梅老师，因为早年家境贫寒，44岁才开始学习做画。伊的专长是以水墨画、绘花草、鸟仔等类型，画作呈现本土生态以及家的和乐。虽然伊伫经济上过身，也有因为感佩黄素梅老师的学习精神，以及透过水墨画作呈现的主题。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伫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大力协助之下，伫无缘公会堂举办展览。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知道说在台湾特生中心有黄素梅老师的画作，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跟台湾特有的生物的部分。那其实台湾特有的生物我们随着气候或者整个都市的变化之后呢，慢慢的有一些濒临绝种的部分。它留下来的部分不是只有影像，而是还有包括画作的部分。这样的艺术创作的对台湾对台南这一块土地有相对的一些不一样的意义。这摆展览特别邀请胡义勋教授策划，将主题分为3大类，分别是家、园、情、艺，展现了伊伫作品当中的家庭生活、台湾本土生态以及伊家己的艺术特质。因为黄素梅女士她在她的这个书画创作表现中，有非常多的内容跟题材都是在关怀台湾自己本土的自然生态环境。包括这些动植物它有很多的这种表现。我们特别从这个农委会的这个特生中心商借来了8件作品，这是由特生中心典藏的。那这很珍贵的是，因为这8件作品里面就完全是根据台湾的这个特殊的生态，来表现出的这种水墨绘画的作品，这是比较难得的。纪念展览总共展出60几包画作，伫无缘公会堂展出到11月6號。这摆同时也是为着公益展出，画作意味所伫，将全部捐予对环境、动物保护有帮助的公益团体，
和黄素梅老师的画作会当为社会贡献一份心力。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偏乡营养午餐中央厨房计划伫111学年度正式上路。麻豆国小中央厨房供应麻豆甲下营地区8间学校2500多位师生的营养午餐，对品质甲卫生嘛要求爱做好把关。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就知道我们的午餐超级好吃的哦。在麻豆国小舞蹈队热情表演之下，麻豆国小中央厨房正式落成。台南市长黄伟哲嘛特别主持启用典礼，为111学年度开始，就会当供应麻豆以及下营地区8间学校2500多名师生的营养午餐。那这次从111学年度开始，那麻豆国小就供应临近麻豆区跟下营区共8所学校2500位师生的一个午餐，那总经费是3500万，那可以让这2500位师生每一天都可以享用热腾腾的一个午餐。借着中央厨房的建立，整下地方中心学校以及周边较细间的学校的营养午餐，除了会当为学生的食食安全把关，同时压低成本，让学生用较俗的价钱吃到健康又卫生的营养午餐。有些小的学校，它因为人数100人以下或50人以下，如果要办营养午餐，根本就不经济。那如果这外教便当或者外教团膳的话，坦白讲，又品质又不够好，那所以说价格又蛮高。因此呢，我想说，透过这样中央厨房的概念来，有中心学校的服务周边的小校，能够一起来共好，而且让营养午餐品质又大幅提高，这就是我们政策的目的。这几档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学校厨房的整合。透过学校之间的合作方式，整合地方学校的营养午餐，减轻学校行政负担。111学年度已经设置55间中央厨房，供应149间学校，联合供餐的比率来到73%，超过84000多名师生受惠。到达争取超过5亿的经费来改善学校的中央厨房，可见台南市对学校以及学生营养午餐的重视。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